帶大家嚟睇嘅就係屯門嘅綠怡居，呢度係名牌發展商新鴻基旗下嘅屋苑，樓齡27年。好啦，咁事不宜遲，依家帶大家上去睇下先啦。Hello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係一個3房套嘅單位，實用面積663尺。大家可以見到綠怡居嘅實用面積都係比較大㗎，所以無論廳定係房都好實用。至於方位方面，單位係坐向東南嘅，仲可以望得返綠怡居嘅內園添啊！呢度就係綠怡居個廚房啦，大家見到都好新淨，同埋空間感十足，放晒洗衣機、雪櫃都仲可以2-3個人企到入去。咁呢度就係佢個洗手間，乾濕分離，仲可以浸浴添。呢度就係間細房，都係望返內園，空間都唔細。呢度就係主人房啊，業主做咗個好大嘅入牆衣櫃，而個景超級空曠，有個 L 型窗增加透光度。除咗擺雙人床之外，隔離仲可以做到張梳妝台，係咪好實用呢？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鍾意我片可以 like、share 同 comment。大家想了解更多樓盤資訊，可以 follow 我哋嘅IG、Facebook 同 YouTube。多謝晒大家，拜拜。